面对 COVID-19 疫情，搁在紧张，市场为挑一透早前往新营第一市场关心自然节、量体温、甲摊商的环境消毒等防疫作为。面对北部不排毒恢复成3级警戒，市长强调这毋是吓惊人的。一旦大家防疫放松，就会重演过去。尤其这波传染特别强，呼吁大家一定要将嘴暗刮好势。那希望各位好朋友。尤其年节将近，年关将近，那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提过了，如果疫情在向上升温的话，不排除北基桃要恢复成3级警戒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！当然，这不是吓人的，这是可能疾病就在我们眼前了。因此，我们虽然在南部，虽然防疫工作做得不错，但是一定要落实。如果大家有出现防疫疲乏或是松懈的话，那我想说，这个疾病就在你家门前了哈，很容易就来敲门了。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，也呼吁各位好朋友，在年货大街也好，或在传统市场也好，或是在一般的超商也好，大家采买的时候，千万一定要戴口罩。那既然就算拍照的话，也必须要戴口罩。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例外，演讲啦、讲话啦、致辞都一定要戴口罩。要拜托各位，这波疫情传染力特强，非同小可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防疫工作做好，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生活没烦恼。过去咱的防疫拢做了真好，不过现在已经增加12个本土病例。面对新一波的危机，大家更爱将神经病甲安安，所有防疫拢同款来彻底。市府嘛积极辅导传统市场，确保大家安心在市场消费。咱的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谢谢哦。